抽一下，走一步，不抽不打，屁股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我饿了。行，我让你先吃饱。懂我。差点让它办了，好热，好热。这池城也真是，为了养蛇，把自己关在这么炎热潮湿的地方。这水都是热的。他没有把它送给月月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都没少。这么快？都是你爱吃的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该走了？再不走，真的走不掉了。老公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哼，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都没有这么甜蜜，他们才在一起几个月，叫老公。哎，别闹！你怕痒痒吗？不怕，打小就不怕。哎哎哎哎！还说你不怕这个？让我试试呗。怎么试？你看你，都上过那么多男的，那么有经验，又不差我一个。我还没上过男的呢，让我试试，过把瘾。拿我过瘾？嗯。作死！池城，我警告你不要乱来！你要拒绝我，弄死你！池城，你要是现在敢上了我，我们就只能是肉体关系，我的心里永不屈服。你他妈跟我谈条件是吧？那你说句话，你怎么想的？你光打我算什么事儿？你说话，滚一边去！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呢，继续谈女朋友，
有空的时候呢，就来找找我。左拥右抱，岂不美哉？是吧？确实不错，什么不错？咱俩试试。哎，滚，给我让开！这演戏劲儿也太大了，这梦里都是他。演什么戏啊？你要是现在敢上我们就只能是肉体关系。以后饮食得注意了啊！哦，好的然。后得按时吃药。好。夜不归宿啊你！哎，师傅，等你输完液之后，摸一下我腰。就可以回去吃药了。为什么不用每天都过来。哎呀，甭管了。疗程。记住，饭后吃，千万不要饿。怎么了？奇怪，没感觉啊，为什么他摸我腰反应就这么大？没事儿。大伟，跟你说点事儿，走。记住。大伟，我在李旺那里打听到一些关于驰骋的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你说郭成宇和驰骋是情敌。什么？不是啊？驰骋在大学谈的男朋友汪硕，被郭成宇给睡了。这件事儿啊，直接导致驰骋和汪硕分手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这男的就出国了。本来驰骋和郭成宇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，经过这件事儿，两人就面和心不和了。在他们大学毕业后的这6年啊，只要是郭成宇喜欢的男人，驰骋就一定要给他抢走。靠！那他要是发现我的不正企图，他不得给我吓成泥呀！所以你得考虑好，真不行就趁早脱身。这种人，咱惹不起。师傅，我可能没办法脱身了。没事儿，为师替你会会这个郭成宇，也可以帮你试探一下这个汪硕。我有理由怀疑你是自己想八卦。妈，
小池啊，真是个好孩子。这些又是他送的？是啊，他昨天啊刚来过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你看，这是他送的紫灵芝，说是能降血脂的。哎，真的好懂事。妈，无功不受禄，这些东西咱还是别收了。你说的对。我得给他回点礼。大琼，这是我刚从地里摘的玉米，上次啊，我看小池挺爱吃的，你回去带点给他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他煮了。带。哎，哪来玉米啊？给我一根，我中午正好没吃饭。哎，你要我自己下去买去啊？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联系上蛇贩子了，你猜的没错，偷卖蛇卵的不止一个。我找了个靠谱的，已经打点好了，马上可以换蛇了。我爸没察觉吧？没有，食堂那边盯着呢，那几个大厨还是虎视眈眈的，蛇肯定还在地窖，一动没动。喂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可要累死爷了。你都干嘛了？腾了2间新蛇房，伺候了几窝蛇爷爷，哦不对，蛇奶奶。那你说这蛇产卵的时候脾气怎么就这么大？我想给他们挪个窝，他们咬我。他咬到你了？哦，那倒没有咬伤。我反应速度你是知道的。明天要下雨了，你出门记得带伞。有事啊，挂了。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最近不对劲儿啊！10次给你打电话，9次都是通话中，而且1次就半个小时。你原来不是每次打电话不超过1分钟吗？怎么最近开始走心了？我听说池骋他姐过几天回来，那可热闹了。早前2天江小帅还跟我打听你的事儿呢。你说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了？他没顺便打听池骋的事吗？打听了，但我觉得不对劲啊，给打了个马虎眼糊弄过去了。你信不信？等会儿我们从他诊所门口经过的时候，江小帅一定会拦住我们俩。哎，郭少，我看他这不像是会拦住我们的样子呀。等着看吧。哟，江大医生，浇花呢，惬意啊！行了，走吧。好嘞。啊！下车。怎么了，江医生？我还有点急事，麻烦您让下路。你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。真的吗？什么病啊？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回光返照的感觉。想活命啊？跟我来。牛逼！江医生，那我这病应该怎么治呢？需要你无私奉献。哎呦，大爱无疆。听说你有一个宠物蛇乐园，我有一个哥们儿也想养蛇，想跟你学学经验。那他想怎么学啊？你把蛇养得这么好，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吧？是挺久的。从大学那会儿，我就开始养了。
总算说到关键了。你和驰骋的大学生活这么有意思，该不会有共同好友也喜欢养蛇吧？你觉得呢？不过确实，我们大学那时候进出一些养蛇不惜血本的人啊。传说中的王爽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不过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了，他的蛇全没了，就只剩一条，一直带在身边。你说的那个人，莫非是？没错，这个人你也认识啊，他就是驰骋。你耍我玩呢？驰骋的蛇为什么没了？儿子不听话，老子当然得管教了。不给他蛇收了，他怎么乖乖去上班啊？也就是说，驰骋的工作都是他爸强行安排的。嗯。那我们继续聊聊怎么治我这病吧。刚刚前台说有人找我，是你啊？是，刚哥，问你个事儿呗。驰骋的事儿？对，就是，哎，你是不是也跟着驰骋好多年了啊？那他是不是一开始也不是在自己家公司？没有，一开始就专心养蛇来着。啊，也是。那他在公司待得住吗？我看他好像都换了好几个部门了。待不住也得待，他那些宝贝蛇都在董事长手里攥着呢，那不让他往东就往东，让他往西就往西，不敢不从啊。原来他的工作真的是他爸强行安排的，我还以为他是为了针对我。我为什么现在才意识到，像驰骋这么我行我素的人，怎么可能受女友摆布？我还有事儿，您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我今儿怎么这么抢手啊？哎，月姐。小刚啊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月姐，您说。最近我给驰骋打电话，他怎么一直都是在通话中呀？他是不是认识了新的女生，一直在给他打电话呀？小刚，哎，月姐，没事儿，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以后你尽管往前冲，我爸罩着你。他没有把它送给月月。你看，这是他送的紫灵芝，说是能降血脂的。哎，真的好懂事。收手吧，把真相都告诉他。
你怎么了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其实听不见我说话了是吗？我让你回去。我他妈今天还就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罪受。对不起啊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上药，本来都快没有知觉了。你今天先回去好吧？明天我早点去找你。等我。今天他生日，他送我小醋包的时候，一个巴掌都能托起来。6年，他应该都不记得小醋包长什么样了吧？你和他在一起多久3年多。3年，他俩好了3年。结果6年的时间都没有解脱，我也是好了3年，我还要多久才能走出来？要不是因为汪叔，就我跟程宇这种发小关系，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幸亏他识相，快滚出国了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他，老子一定杀了他。大宝，你有体验过跟情敌笑脸相迎的感觉吗？这不是正体验着呢吗？我整整体验了6年。我也体验6个多月了。大宝，还是你好，人干净，心也干净。我去喝口水。曾经我还幻想过跟他在一起一辈子，现在想想真可笑。恋爱的时候，谁又不是这样的傻子？我和月月也差点要见父母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恋爱呢？不是，我说我的事儿，你哭什么？谁哭你了？我哭我自己的事情。我心里有愧。
有什么快啊？我其实一点都不干净。行了，给我吧。喂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我昨天去找小刚了，他说池省换工作是因为他爸，压根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池省根本不知道我有个前女友叫月月，他每次来找我麻烦，也只是碰巧罢了。那你俩还挺有缘的。有缘也是孽缘。报仇报错人了，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不知道。要不就这样算了？有这个想法吧。谁啊？月月，他为什么会有我的新号码？小骚货，你跟我装孙子是吧？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，连我月月的男人都敢抢。喂，男的？你谁啊？吴奇琼。怎么是你啊？你给我打的电话，你干嘛这么问我？莫非这么大劲调查出来的骚扰电话，居然是我前男友的？这个号码你一直在用吗？你一直跟别人用同一个号码吗？吴奇琼，你不要脸！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你是不是看我过得太好，心里不平衡，故意给我男朋友打电话挑拨离间？哼，吴奇琼，我告诉你，你少给我耍心机，我是不可能看上你了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！你以后少给我男朋友打电话，少在他面前提我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你不在他面前提我就成。哼，你也配？真把自己当盘菜，我提你都怕脏了他耳朵。我决定了。什么打算？我一定要干掉他。我的仙人球！小朋友不要害怕啊！不要啊！扎了针就得拔呀！家长，家长帮忙安抚一下吧，不疼，马上就好了啊！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去忙，我来。来，小宝宝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仙人球，喜不喜欢？嗯，你看看它上面那个小圈，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你以后每次来，我都会给你一个。嗯，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健健康康的回家了。嗯，小帅哥哥再见。嗯，再见。谢谢医生啊。帅哥哥，我能请你吃顿饭吗？我听说这附近新开了一家泰餐厅，很不错。不用你破费了。怎么，该套路的话套完了，该了解的事情了解清楚了。现在的我没有利用价值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可是，我想了解的事情还没有了解清楚。那个什么，无所谓。接近我兄弟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你什么意思？爱上情敌的游戏，好玩吗？
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池城。程程这个瞎，这件事只是个巧合，他也是跟池城接触下来才知道他有女朋友的。他怕池城知道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他。这里的冬阴功汤很不错，来，我给你盛了一碗尝尝。尝尝。我知道你跟池城之间有过节，但是你这张嘴只会用来讲话吗？还挺好喝。这家店这么偏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公司有个专门的美食鉴赏部门，专门搜罗天南地北的好吃的。这样，等你不忙了，我带你一家一家去打卡。所以，你真的只是想请我吃顿饭吗？那你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吗？吃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还可以？这家菜可以啊。郭振宇挺会吃啊。看来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正好，我最近想吃泰餐了，刷了好多这样的短视频，馋死我了。师傅，我怎么感觉你被人拿捏了呢？徒儿不得胡言。让为师帮你做做功课。你俩最近怎么样了？这两天忙，没搭理他。是忙啊，还是内疚？他呢？他都没有主动联系你吗？没有，自打上次一块喝酒之后，就一直没联系我。你俩除了喝酒，还干了什么？就聊天啊。哎，他还和我说他之前的感情经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，听起来还蛮可怜的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这么强势的人，突然在你面前表现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事后想起来，是不是脸上挂不住啊？他有脸吗？不信，打个电话试试。喂，干嘛呢？和朋友吃饭呢。和谁一块吃饭呢？有正事吗？没事挂了。池少今天怎么还礼貌上了？就是，平常不都直接挂吗？闭嘴！哎，有正事儿。你说。上次我去找你之后，你不是跟我说了很多你之前的事儿？我回去重温了一下。我觉得吧，挂了。操！挂了，还真让你给说对了。我就说吧，他就是不好意思。他这个人还挺逗。我跟你说啊，跟你刚哥，刚哥，怎么走了？你说池少啊，这几天都这样，我跟他一块走道都得离3米，那脸臭的。我已经做好了，
打持久战的准备。现在驰骋和月月，一时半会儿肯定还分不了手。为什么？驰骋不是不爱月月了吗？驰骋养了一批蛇，他那批蛇被他爸扣住，如果他想保住那批蛇的性命，他就必须服从他爸的安排。所以驰骋他爸对月月满意？也不能这么说吧，他爸觉得，与其让他跟男的混在一块儿，只要是个女的，他爸肯定都同意。那驰骋，如果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愿意放弃那批蛇呢？不可能！以我现在和驰骋这小打小闹，绝对撼动不了那批蛇在他心中的地位。那就难办了。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打算强拆。强拆？嗯。你知道月月最害怕什么吗？蛇，他一定讨厌死小粗暴了，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小粗暴。我只需要从这方面入手，诱导月月残害小粗暴，然后你再挺身而出。那必须，二宝毕竟也是我们家的，我怎么忍心让月月伤害？问题是，你该怎么引导？利诱人心。你想啊，月月肯定以为自己已经嫁入豪门，迫不及待想要除掉小粗包这个障碍物。我只需要在潜移默化之中增加他和小粗包的相处时间，到时候他肯定忍不住对小粗包下毒手。到时候，驰骋发现了，直接一脚把月月踹了。慢点，放。哎呦我！哎，小粗包，你怎么来了？出这么多汗。哎呀，别擦了，越擦越多。这还有人呢。哎呀，眼睛怎么进沙子了？哎呦！他比你更不好意思。知道几天没见了吗？5天吧。整整6天。这烟味道不错。哎，蛇蛋卖了没？没呢，最近这市场行情实在不行，市场价比去年低了好多，不敢出手。真会给我耍心眼子。今年什么行情我都不知道。知道你最喜欢爱耍心眼子。今天这边环境真不错，就是啊，天气真好啊。看他们俩害羞的，就是。别动啊！没想到，都到秋天，一晃都分手那么久了。当初还苦苦挽留呢，现在却和她的现男友在一起搞着暧昧。这个世界真疯狂。在公司组建一个美食鉴赏部门，搜索全国各地的美食，分类排名，发给我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要？ 3天。